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6月21号，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8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真侪基督徒足爱追求迄个医治神迹，但是主持医治特会的人却真少咧强调医治的权柄是对上帝来，毋是对人来，而且真有可能是对迄个鬼魂的力量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惊神迹了后，去互犹太人来质疑共款，可见当初时会认知鬼魂有一定的能力。但是赶鬼绝对毋是靠鬼魂、鬼王的权柄能力，这是伫逻辑顶悬完全未通的思考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先知讲着，就知上主的手骨毋是上帝救袂着人，伊的耳孔嘛毋是上中袂听见，是恁的罪恶将恁甲恁的上帝隔绝。恁的罪过，互伊下面来挖走，毋听恁的祈祷，因为恁的手满满是血，指头互罪恶目着，恁的嘴唇讲白贼，恁的喙齿讲邪恶，无人照公义告诉，嘛无人照诚实辩护，恁拢信赖虚假，讲白贼。捕毒害，生罪孽，因捕毒蛇卵，牵蜘蛛网，食着卵的人一定死，蛇卵破一定出毒蛇，因经的网袂当做衫穿，袂当惹砍家己，因的行为拢是罪恶，因所做的拢是强暴，因的脚脏起做歹，急要流无辜的人的血，因的心思意念拢是罪恶，行过的路拢是吞达毁灭，和平的路因毋捌，因行的路无正直，因为着家己做弯巧的路，行这款路的人拢无平安和平。医病赶鬼神迹的权柄对倒位来？对基督信仰角度来看，当然是对上帝遐来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医治着2个痴迷的，并且为人来赶鬼的故事。边仔有人来质问伊，是毋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？这个逻辑实在是未通啦，真正是有问题吼。经文记载这段的故事安尼讲，耶稣离开遐时，有2个痴迷对伊去，因大声喊大逼的囝林明远。耶稣入去厝内，痴迷的就惊换去。耶稣问因：恁信我会当甲恁做即个代志无？因讲主啊，你会。然后耶稣望因的目睭讲：照恁的信心，互恁实现。因的目睭就开会看见。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：千万毋通互人知即个代志。毋过因一个出去，煞将耶稣的代志传遍迄个地区逐所在。因出去的时阵，有人带一个互鬼附身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。鬼一个互耶稣赶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开始讲话。群众拢着惊，讲伫以色列毋捌看即款代志。不过法利赛派人讲，伊是靠鬼王在赶鬼。就好像亲像耶稣伫过活了后，门徒显现的时所讲的。耶稣行活去甲因讲，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拢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门徒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
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，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离我远远。上帝，我的气力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势力。求你救我脱离狮的喙。你已经有听我，互我离开野牛的角。我要对我的兄弟报扬你的名。我要伫聚会中学了你。恁敬畏上主的，就称赞伊；以色列的后代，就归荣光互伊。雅各的后代，拢着敬畏伊，因为伊袂看见善车人，袂无视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我要伫大会中来称赞你的所做。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写我的愿。善车人会得到帮助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，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的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富贵的人会自执临者敬拜，连得死得要归途的人，拢会伫伊的面前跪拜。恳求上帝，互阮会当学习谦卑，并且明白，无论阮有任何的恩赐，拢是上帝权柄的赏赐。特别当阮互人尊重的时阵，阮更较需要来学习谦卑。将一切荣耀归伫主的名，祈祷靠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